气真寒，不过菜车只搭真温暖，民众大家围做伙抢要来买烧乎乎的鸡肉糋。今天算的比较少。透早台中温度14度，有较寒，这个时阵食烧乎乎的鸡肉糋做早顿真享受。阁有放伫鼎内底咧蒸的煎包，嘛是真侪人介意食的早顿。小气直直穿出来，看起来真温暖。因为今仔日和明仔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全台各地气温拢有较凉。北部地区上低温13度，上高温18度；中部地区上低温嘛是13度，高温有21度；南部地区是14到25度。低温的情形会一直到17号，冷气团减弱，气温才会较回。水汽偏多的情形从礼拜五开始，应该会一直预估持续到下周一哦。而且在温度方面的话，是要从礼拜六，就是从假日礼拜六开始，温度也开始下降。那这冷空气影响的话，从礼拜六也是预估会影响到下周一哦。气象局提醒，这礼拜天气的变化真大。18号会受到华南分河区刷起东平的影响，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，阁有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低阵雨。而且19号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强度有可能会接近强烈大陆冷气团。到时阵天气会各湿各冷，会一直到后礼拜一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